喺上個星期，我有機會去咗韓國嘅幾日嘅時間，喺嗰度有一個特別嘅研討會。咁啊，其實有弟兄姊妹都誤會咗嘅，以為我去嗰邊講道，其實我唔係去講道，我係去嗰邊聽道啫。我係去嗰邊學嘢，因為我自己都係被邀請去到當中，咁啊同其他嘅國家好多嘅唔同嘅教會、唔同地區嘅牧者走埋一齊，我哋希望能夠彼此建立一份嘅關係。我哋能夠去到有非洲嘅嚟個牧者，著一啲嘅主教，有美國、有澳洲、有加拿大，有亞洲唔同嘅地方嘅牧者走埋一齊。我哋希望聯繫更多嘅關係裏邊，同一時間我哋彼此嘅去學習，甚至係去聆聽一啲韓國嘅牧者、韓國嘅一啲嘅神學家嚟到對我哋一啲嘅教導。所以上個星期其實我自己係去聆聽其他嘅牧者對我自己嘅鼓勵，對我自己嘅提醒。咁去到最尾一日，有一個神學家，佢係喺最尾一日去講道嘅時候，佢講到最尾一點，嗰時係朝頭早，上個星期五朝頭早9點半，今日9點3。咁佢講最尾一點，佢就講啦，佢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同工，當佢哋離開韓國，要翻去到自己嘅國家，無論你邊度嚟，翻去自己國家，去開始繼續侍奉、繼續牧會嘅時候嘅，佢話你記得，佢真係好迫切嘅。佢話你記得翻到去之後，一定要講一個信息。記得嗰時係9點15分。佢話呢個信息就係你要翻去同弟兄姊妹嚟到去分享末世。哇！我話唔係啊嘛，分享末世。佢話要分享咩咧？佢話要分享同弟兄姊妹講，我哋要好好地裝備自己，預備好自己去面對未來嘅可能好快嘅7年嘅大災難。嗱，喺末世當中，我哋有唔同嘅觀點㗎，有唔同嘅觀點。我哋面對末世，我哋有7年大災難，將來有7年大災難。呢災難大到嘅係可能你同我都冇法估計嗰種災難性。好似今日日本，我相信日本啲人坐喺日本嗰邊，坐喺入邊嘅嗰個避難所嗰邊，佢都會覺得呢個災難嚟嘅，呢個係好大嘅災難嚟。但係一方面，佢話7年嘅大災難，喺唔同嘅神學家有唔同嘅教導。有啲人話我哋唔需要，信徒唔需要經過7年大災難，因為災難之先，信徒會被提去到天上邊，喺天上邊望住下邊啲人被災難嚟到去即係影響嘅，以至到我哋唔需要經過大災難。但係呢個神學家，佢話佢信任，佢相信聖經嘅教導，信徒都要面對呢7年大災難。所以佢話你要翻去教導，就係讓弟兄姊妹好好地準備自己。如果有一日，當我哋真係踏進去7年大災難嘅時候，佢話我哋預備好未？咁啊，當然我咁講，就因為我自己都信，係我嘅神學觀嚟嘅。我自己神學觀，我嘅末世觀，我都係信徒係要經過7年大災難。所以我2年前已經講緊啟示錄，即係因為我相信係嘅。我相信信徒係要準備好自己去面對7年嘅大災難。但當然幾時開始，我唔知。7年係幾長，我都唔知。因為聖經裏邊嘅年份同日子真係好多唔同嘅神學家有唔同嘅講法。不過呢位牧者咁樣講嘅時候，當嗰日我哋下晝坐飛機翻嚟，正係我哋喺飛機上邊嘅時候，正係面對緊日本一場嘅9級嘅大地震。嗰日我一上機，我就睇一出電影。呢出電影就係奇靈伊士活導演嘅一出新嘅電影。一開始就講海嘯，哇！即係講海嘯，不過喺法國。即係又唔係亞洲，又唔係喺法國一個海嘯。即係跟住我落機，師傅同我講日本海嘯啊！哇！我話唔係啊嘛，啱啱睇完海嘯真係海嘯啫。我唔敢講，今次已經係大災難嘅開始。不過我都會問我自己，亦都問我弟兄姊妹，如果好快有一日就踏入去7年大災難，我哋會問翻我哋自己，我準備好未 ？Are we ready？ 抑或當我哋喺災難嘅時候，即刻擺低我哋嘅信仰，唔好信啊！如果有人指住你，用支槍指住你，你信耶穌就打死你，哇！咁我哋會點樣回應？最慘會唔打死你喎，佢打傷你喎，逐寸打喎，咁啊！你真係你知嗰啲
邪惡啲人係會咁做噶嘛，打死又不如啫，死咪死咯，係咪？1分鐘死都死咗幾，死得痛快添係咪？但係最慘佢唔死啊，先打佢腳趾公係咪？有佢傳咗去，咁佢就慘。弟兄姊妹，當我哋面對苦難嘅時候，我哋準備好未？我哋準備好為主去面對呢個苦難未？弟兄姊妹，呢個牧者，呢個神學家喺上個星期五最尾一點，佢就同我哋講：弟兄姊妹，我唔係真係講笑，我覺得面對嚟緊7年嘅災難，嗰種嘅嚴重程度係遠遠超過你同我所想，所以我哋今日真係要好好地裝備自己，好好地同神嘅關係係更加嘅緊密，我哋更加願意為主去過聖潔嘅生活，我哋為主去做上帝要我哋做嘅事，因為時間嘅緊迫係快到你同我都諗唔到，2個星期可以將埃及轉變，半個鐘頭可以將日本嘅本州移咗2.4米，成個州哇移咗，我哋唔知道今日呢個世界會變成點。好多人都提我，佢牧師啊，你5月份都唔好去加州啊，因為加州隨時有一場大地震喺加州。好多人都傳緊，而家喺加州已經開始有啲人食緊碘片，你知唔知啊？因為輻射有可能去咗美國，今次日本輻射有可能美國、加拿大同埋阿拉斯加嗰邊，我唔知。不過當我哋面對呢個世界、面對呢個世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裝備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再一次起立，我哋用一首詩歌敬拜主嘅時候，我哋都同弟兄姊妹，我哋彼此嘅一個提醒，呢個提醒嚟嘅，亦都係個鼓勵嚟嘅。你話你要準備好啊，要準備好。士師記裏邊第1章到第3章嘅內容呢，好多時係出現喺約書亞記，所以約書亞記裏邊某啲嘅經文呢，就喺士師記嘅第1到第3章再一次出現翻。咁點解士師記嘅作者要重複翻約書亞記裏邊某部分嘅內容？佢原因就係好簡單，我覺得有2個嘅原因。第一就係話佢將我哋嘅時間性串聯喺埋一齊，就係約書亞記之後就進入去到一個士師嘅年代，呢個好簡單，一個時間性嘅一個關係。第二個我覺得係一個屬靈嘅關係，佢原因就係當士師記嘅作者將約書亞記某啲經文再擺翻喺第1章到第3章嘅時候，佢係要正正同我哋講，我哋嘅神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係永不改變。昔日上帝點樣去祝福以色列百姓？喺摩西時代，喺約書亞年代，上帝點樣祝福呢啲百姓？照理上帝同一個上帝同樣會祝福新一代嘅以色列百姓。不過好可惜，因為上一次我講到就話，因為上一代嘅以色列民因着佢哋忽略信仰嗰種執着，佢哋冇對下一代喺信仰上邊嗰種嘅教導，就算教導得嚟都唔係好睇重嘅裏邊，讓新嘅一代嘅以色列百姓，佢哋忽然間轉離上帝，嚟到去敬拜迦南嘅宗教信仰嘅巴力。呢個係上一代可能對自己對下一代嗰種嘅虧欠，但另一方面當然喺個虧欠當中，人同樣可以有佢嘅某方面嘅自由，佢可以繼續去信靠上帝，亦都可以去拜巴力。今日我哋好多時傳福音，啲人會同我哋講：誒，信耶穌真係唔好信耶穌啊！信耶穌係冇自由嘅，知唔知啊？你冇自由打麻雀啦，冇自由賭錢啦，冇自由食煙啦，冇自由乜嘢啦，有好多嘅冇自由。信耶穌好似係冇自由。嗱，弟兄姊妹，我想同大家講，呢個世界係冇規範嘅自由，任何嘅自由都有規範。今日我哋以為信耶穌冇咗自由，因為信耶穌有個規範。正如以色列百姓，佢以為神所管治嘅時候，哇，神好多嘅管制，哇，好多嘅管制，乜，好多有10誡，有好多嘢管制。但佢冇諗過，佢以為脫離上帝一個有規範性嘅自由裏邊，佢走向犯罪，佢走向拜巴力，佢冇諗過喺罪裏邊嘅捆綁，嗰種嘅捆綁比喺有規範嘅神治嘅自由裏邊係更加嘅被捆綁得犀利。罪就係咁樣，
我哋以為犯罪，我有自由犯罪，我有自由去吸毒，我有自由去賭錢，但係你冇諗過吸毒係帶嚟好多嘅後患，賭錢係賭錢入海，係你會永遠將你嘅家都賠上。我哋以為有自由，以為信耶穌，哎呀，信耶穌呢個牧師真係麻煩啊，紅燈都唔准過馬路，規範。但係你發覺而家啲人過馬路，你而家唔開始紅燈唔去學過馬路嘅，將來年紀大都係紅燈唔過馬路，紅燈都會過馬路嘅。但係俾人撞死，唔好嗌我。嗱，牧師已經教咗你嘅，而家已經教咗你嘅，紅燈唔好過馬路，因為好多司機係睇唔到你嘅。我做司機我知嘅，因為睇唔到人，死得嚟好冤枉，就因為我哋自細冇去有呢種嘅習慣。嗱，弟兄姊妹，呢種嘅有規範性嘅自由係帶俾我哋一個祝福，因為罪嘅捆綁係遠遠超過你以為所失去嘅自由嗰種捆綁。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哋。呢首詩歌唔係一種好負面，就話哎呀乜都冇噶，乜都唔重要啊，唯有耶穌最重要。啱。不過我相信耶穌藉着呢首詩歌提醒我哋要正面去睇耶穌嘅重要，唔係一種負面，而係好似保羅所講，雖然佢視萬物如糞土，為着得着耶穌基督為至寶，但係佢唔係話我唔需要萬物，唔需要任何嘅嘢，不過只係喺佢嘅生命當中，佢會將耶穌擺喺佢優先次序裏邊嘅最高位。所以弟兄姊妹，今日呢首詩歌又話，縱然我哋有好多危機、好多危難，未來好多嘅苦難、好多嘅災難，7年嘅大災難嚟緊。不過你唔好傳出去話何牧師講聽日開始啊，我冇話聽日開始啊，我話係嚟緊，唔係開始啊，即係。但係我相信上帝係要提醒我哋，今日要好好準備。Are we ready？ 神嘅同在就讓我哋有能力嚟到去面對7年嘅大災難。今日我嘅題目叫做時勢造英雄，係開始講第一位士師叫做俄陀聶。咁點解我會改呢個名呢？時勢造英雄呢，就因為今日我題目我嘅內容呢係講2點啫，一點就係時勢，一點就係英雄，所以佢就時勢造英雄。上帝一開始呼召俄陀聶，俄陀聶係第一位嘅士師，喺整個士師記當中嘅第一位嘅被出名嘅有名字嘅一個士師。當我哋睇翻士師記，我都話士師記裏邊係一班以色列百姓，一班對上帝已經唔再尊重嘅一班嘅新一代嘅以色列百姓，佢哋轉離上帝去敬拜巴力，敬拜迦南地嘅一啲嘅宗教嘅一啲嘅信仰，佢哋被迦南嘅宗教信仰所同化，進入去到佢哋嘅信仰嘅當中，以至到呢個係整個士師記嘅一個信仰上邊嘅一個背景。今日我哋香港人一樣，今日我哋香港係好自由嘅。今日我哋香港有好多嘅宗教喺香港，我哋無論係任何嘅宗教嘅名稱，你都發現可以喺香港出現。最近喺周圍嘅巴士站都見到一個微笑嘅一個人嘅樣，呢個人呢，就係亦都係帶嚟咗好多嘅另一個宗教嘅一個觀點。同樣喺呢個微笑人嘅相嘅隔離呢，又有另一個微笑嘅相，就係一個牧師。即係唔同嘅人都可以喺香港喺唔同嘅場合嚟到去講佢哋嘅信仰。香港係一個咁環境，但係今日究竟係我哋嘅信仰能夠影響別人啦，抑或人哋嘅信仰去同化咗我哋嘅生命？弟兄姊妹，昔日士師記我哋睇到以色列百姓因着有一代嘅百姓佢哋對信仰嗰種唔執着，以至到新一代就遠離咗上帝，被異教、被迦南嘅信仰嚟到同化咗，進入去到一個嘅所謂迦南嘅信仰嘅裏邊，以至到帶嚟一個好大嘅世代嘅一個危機、一個混亂。今日我哋香港人一樣，如果今日我哋信徒同樣唔生性，我哋同樣都會面對喺信仰上邊嘅一個好大嘅挑戰、好大嘅危機。但係今日當我哋開始講到俄陀聶第一個士師嘅時候，我哋先要睇翻究竟神呼召俄陀聶嘅時候，佢身處喺一個咩環境，身處喺一個咩嘅時勢。嗱，今日我先睇睇
當時嘅時勢，一個更細嘅同俄陀聶更有關係嘅個時勢。我哋讀一讀兩節聖經，第3章第7節到第8節，我哋一齊讀一讀呢兩節聖經，準備1、2、3。嗱，短短兩節就講緊當神要呼召俄陀聶之先，佢所身處嘅嗰個時代，嗰個時代嘅情況個形勢係點樣？好明顯，聖經一開始就講，佢話呢班人，呢個新一代嘅以色列百姓，因為佢哋遠離上帝，去敬拜巴力同埋亞舍街，呢啲都係迦南地嘅一啲嘅敬拜嘅對象，係迦南人嘅一啲嘅佢哋嘅神。所以當以色列百姓去敬拜呢啲嘅巴力嘅時候，去敬拜亞舍街嘅時候，神嘅怒氣就臨在，將佢哋交咗俾古珊利薩田呢個人嘅手中。結果佢哋被逼迫，被苦待咗足足有8年嘅時間。弟兄姊妹，當我睇到呢段聖經嘅時候，呢個正係身處俄陀聶身處嘅環境，佢係被呢個嘅古珊利薩田所控制、所迫害，喺當中被逼迫嘅一個年代。古珊利薩田係邊個嚟嘅？好多唔同嘅學者有唔同嘅講法，好多但我覺得我哋唔需要理會呢個係咩人。不過睇翻呢個名，呢個利薩田嘅意思呢，就係雙重嘅邪惡，即係話呢個皇帝呢，佢所作所為呢，係一個邪惡嘅王嚟嘅，係一個雙重嘅邪惡。其實某個情況係好諷刺嘅。諷刺意思就係話以色列民，佢哋離開咗一個滿有慈愛、恩典、憐憫能力嘅上帝，卻去服侍一個雙重嘅邪惡嘅一個王。弟兄姊妹，其實好多時我哋就會咁樣做，我哋以為掙脫呢個信仰嗰個捆嗰個約束。哇！你睇信耶穌幾麻煩，信耶穌又要星期一返教會啊，我要瞓覺啊，又要返教會啊，又要返小組啊，又要返祈禱會啊，又要返又要傳福音啊，哇！好多嘢，哇！又要十誡啊，又要乜，我哋以為呢。喺呢個捆綁裏邊，我哋以為，哎呀，我終於唔信耶穌啊，我終於離開耶穌啊，即係。但係佢冇諗過，當佢一離開咗呢個上帝，佢以為可以脫離咗呢個一個規範性嘅一個自由底下，但係佢卻進入去到被一個雙重嘅邪惡嘅王嘅逼迫同埋壓迫喺罪裏邊嘅捆綁。弟兄姊妹，上帝俾我睇到，今日你自己做一個選擇，呢度好似一個諷刺。唔去敬拜，唔去侍奉一個滿有憐憫恩典嘅上帝，反而去服侍咗一個雙重邪惡嘅王，足足有8年嘅時間。而當中出現咗幾個字，就係耶和華嘅怒氣。我哋好多時睇呢個字又唔係好舒服，因為我哋嘅信仰係滿有憐憫，我哋嘅信仰滿有恩典，我哋嘅耶穌係寬恕人幾多次啊？70個7次係咪？照字面70個7次就70乘幾多？7 7 7 49，即係話人要寬恕人490次，去到491次咧，先係有憤怒，係咪咁嘅意思咧？係咪今日我哋教會有一個姊妹要暫時脫離個會籍？係咪因為教會已經寬恕咗佢490次嘅？喺屋企寫住個正字，好多個正字，好多個正字。哦，夠鐘491次剁你。嗱，我相信唔係咁嘅意思。我相信上帝唔係講次數，亦都唔係講哇，究竟我哋嘅寬容去到邊度？但我哋記得，我哋嘅上帝滿有憐憫，滿有恩典，滿有慈愛。但我哋唔能夠否定，我哋嘅上帝同樣係有公義。我哋嘅上帝唔會以有罪為無罪。不過我哋嘅上帝愛我哋大到一個地步，佢將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為眾人嘅罪係釘喺十字架上。不過唔使你釘，唔使我釘，係耶穌代替你同我釘咗喺十字架。所以我哋嘅神絕對唔係淨係隻眼開隻眼閉，明明有罪睇唔到，繼續犯罪嘅，你吸毒，繼續吸毒嘅，你戒毒咁辛苦，繼續吸啊，死咪死咯，反正翻天家咁樣。嗱，上帝唔係一種咁嘅上帝。上帝希望喺佢嘅人生當中，佢幫助到人能夠脫離罪嘅枷鎖。上帝唔係以有罪為冇罪，上帝愛罪人，
但係上帝卻恨惡罪。所以當上帝嘅怒氣臨在嘅時候，呢個怒氣其實係有憐憫。呢個怒氣係有憐憫。你話嘢你講咩？怒氣點會有憐憫啊？係有憐憫嘅，弟兄姊妹。因為當呢個怒氣臨到呢班人身上邊，佢哋受苦。當佢受苦嘅時候，被一個雙重嘅邪惡嘅王去逼迫、去捆綁、去要佢哋做苦工嘅時候，佢忽然間醒覺：咦，原來我犯咗罪喎，原來我得罪咗上帝喎，原來我遠離咗上帝喎。於是佢哋以色列百姓就呼求上帝，上帝就聽到佢哋嘅呼求，就呼召咗俄陀聶出嚟，成為第一位嘅士師。喺彼得前書第4章第1節好清楚講到。佢話：今日上帝有時俾逼迫我哋，有時上帝俾苦難我哋嘅原因係讓我哋能夠去脫離罪，讓我哋同罪係一刀兩斷。好多時我哋喺苦難裏邊先會警覺我哋自己嘅人生，警覺自己嘅行為，警覺自己嘅生命裏邊究竟同神嘅關係係去到邊度。上星期我喺韓國，其中一篇道就係一位年長嘅牧師同我哋講道。因為牧師，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識佢，即係一位當今全世界最大嘅教會嘅前任主任牧師，就係邊個？趙鏞基牧師，70幾歲。佢嗰日同我哋講道，佢就係講，佢話大家知唔知啊？佢話點解今日韓國嘅教會可以有咁多信徒？韓國今日仍然有25%嘅人係基督徒，25% 係基督徒。佢話點解今日韓國嘅教會可以咁大嘅復興？佢話唔係因為佢巴閉，唔係因為邊個牧師巴閉，唔係邊個人嘅巴閉，係因為50幾年前，當韓國係一個陷於最痛苦嘅時候，50幾年前嘅韓國同而家嘅韓國係天淵之別。而家有咩韓國咁嘅 Samsung 嘅事啊，咁嘅 LG 啊，咁嘅好多呢啲嘅嘢，呢啲科技嘅嘢。但係50幾年前嘅韓國，佢話係一個痛苦到一個地步，你諗都諗唔到；窮到一個地步，你諗都諗唔到。趙鏞基牧師佢哋就50幾年前開始被呼召進入去到服侍，佢哋去傳福音嘅時候，啲會眾求牧師，佢牧師啊，我就快死啊，冇錢睇醫生啊。牧師點樣同佢講啊？佢話我都冇錢啊，我都就快死㗎嚇。大家攬住死嘅，冇嘢嘅，大家都冇嘢嘅，冇教會，淨係得個帳幕喺個帳幕裏邊，隨時冇嘢食，冇盼望，喺人裏邊完全冇盼望。但係上帝俾趙鏞基牧師一個好深嘅一個感動，佢話要將真正嘅盼望講俾人聽，所以佢幫人祈禱醫病，幫人祈禱，即係祈禱任何嘅困難，佢祈禱，佢呼求上帝。點解韓國人祈禱咁大聲？唔係因為韓國覺得上帝瞓咗覺要大聲啲叫醒佢，而係嗰種迫切。哇！你知韓國人祈禱佢聽唔明嘅，我咪祈咩噶嘛？就有好犀利噶嘛，真係。我哋祈禱，我哋好斯文噶嘛，係嘛？點解？因為佢哋迫切。50幾年前乜都冇。佢話佢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同工，50幾年前因着佢哋呼求上帝，到今日佢哋仍然呼求上帝。今日佢哋仍然4點鐘起身去祈禱，祈到6點鐘，然後梳洗，7點鐘食早餐，然後8點鐘就翻工。弟兄姊妹，4點鐘祈禱，邊個肯翻嚟祈禱？我都唔舉手，我都問啦，我哋已經瞓覺嘅啫，係咪？哇！4點鐘，但弟兄姊妹，嗰種迫切，嗰種信心，由50幾年前開始到而家，完全冇熄滅。當你肯祈禱嘅時候，你嘅生命轉化，因為你接近一個聖潔嘅神。聖經話：你哋要聖潔，因為我係聖潔嘅神。當你越親近聖潔嘅神嘅時候，我哋嘅生命係越聖潔。今日我哋唔係話我哋要講我哋過聖潔生活，唔係話我今日我何牧師紅燈唔過馬路我就代表我聖潔。我覺得唔係淨係一個表現，而係一個願意親近上帝，上帝就會提醒我哋：喂，唔可以咁做，唔可以咁做，唔可以咁做。讓我哋繼續去改，繼續去改，繼續去改，讓我哋嘅生命更加像上帝。就係一個咁嘅時勢，上帝興起咗俄陀聶，而俄陀聶被興起嘅時候，佢就將呢個古珊其撒田去打敗，結果俾以色列百姓進入去到40年嘅太平嘅生活。
直至到俄陀聶死咗40年，上帝俾以色列百姓進入去到太平嘅時代。呢個就係時勢，係俄陀聶嘅時勢。第二，佢係英雄，我覺得俄陀聶絕對係個英雄。好多嘅神學家就話所有士師都係英雄，好多咁講嘅，所有士師都係英雄。但我覺得唔係個個士師都係英雄，但係我覺得俄陀聶肯定係英雄。我哋讀一讀呢4節聖經，點解我話佢係英雄？我哋讀一讀，準備1、2、3。他們從哪裏去攻擊底璧嘅居民？底璧從前迦勒說：誰能攻打基利西弗，將城奪取，我就把我嘅女兒押撒給他為妻。押撒兄弟基納斯嘅兒子俄陀聶奪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兒押撒給他為妻。下一章，唔該。押撒過門嘅時候，勸丈夫向他父親求一塊田。押撒一下去，迦薩問他說：你要什麼？他說：求你賜福給我。你既將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給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賜給他。嗱，呢度講緊呢位俄陀聶嘅被稱為英雄嘅原因。我哋中國人有句說話：英雄就莫問出身。俄陀聶嘅爸爸係邊個？冇乜人知。俄陀聶嘅外父係邊個？個個都識。佢嘅外父就叫做迦勒。迦勒係當時12個探子當中嘅2個，佢同約書亞一齊翻嚟，做完探子之後翻返嚟，同以色列百姓講：打啦，齊嘅！上帝已經將迦南交喺我哋手中，打㗎咁。結果因為嗰10個話唔打，以至到佢哋要喺曠野裏邊好冤枉地行咗39年嘅路。但係能夠進入應許之地就係得迦勒同埋約書亞。迦勒鼎鼎大名，佢個外父鼎鼎大名，所以香港好多教會嘅團契有迦勒團、有約書亞團、有摩西團，呢啲係年長嘅團契。年輕嘅團契就有大衛團啊，即係彼得團啊，即係保羅團，呢啲係年輕嘅團契嘅名。名人、熟年偉人，揀個名好啲啦，係咪？揀個名即係揀個即係揀猶大團咩？而家世界從來未聽過猶大團係咪？即係係咪？你聽過猶大團未啊？未聽過係咪？咁佢爸爸係邊個？聖經話佢爸爸叫基納斯，Who is he？基納斯邊個嚟㗎？我未聽過有個團契叫基納斯團，你知唔知啊？冇聽過。如果你話咩團契啊？基納斯邊個嚟㗎？都唔知佢邊個。俄陀聶嘅爸爸就基納斯，寂寂無名，比起佢外父參天共地。但係上帝卻揀咗一個寂寂無名嘅基納斯嘅仔俄陀聶，成為咗第一位士師，一位好卑微嘅人。甚至要睇翻創世記、睇翻民數記，因為時間問題，睇翻約書亞記，睇翻前面呢啲聖經，我哋發覺原來俄陀聶根本就唔係猶太人，係一個入咗去猶太支派嘅一個外邦人，一個迦南人。你弟兄姊妹，一個卑微中嘅卑微，上帝將呢個卑微中嘅卑微，將佢呼召出嚟。佢話你要去帶領以色列百姓去攻打呢個古山利薩田。你弟兄姊妹，一個咁卑微嘅人，俾我哋睇到英雄就莫問出身。今日上帝可能會用你，知唔知啊？上帝可能會大用你，話唔係我背景咁樣，我唔得嘅，我唔得嘅，我死緊啦就快咁樣。嗱，弟兄姊妹，唔好睇自己係卑微。上帝嘅眼中，我哋每個人都有佢嘅寶貴。俄陀聶係個英雄，因為我哋話英雄係莫問出身。第二，一個真嘅英雄，佢知道嘅能力嘅來源，佢知道佢能夠打勝仗嘅原因係乜嘢。俄陀聶當佢被呼召之後，出現咗5個字，而5個字咧就開始喺整個士師記打後開始出現好多次嘅，就係耶和華嘅靈，即係聖靈。耶和華嘅靈臨在他身上，他就成為士師，出去征戰。嗱，士師記裏邊每一個士師，聖經都會講耶和華嘅靈臨到佢身上。頭先我話迦勒好多人識，俄陀聶唔係好多人識，佢爸爸更加冇人識。但當上帝呼召人嘅時候，
佢唔係睇人嘅究竟係咪卑微，或者係究竟係卑微中嘅卑微。佢唔係睇樣嘢。當人去回應上帝嘅呼召嘅時候，唔係回應話我得或者唔得，而係問回應就係我制或者唔制。但係弟兄姊妹，好多時都問你你侍奉好唔好啊？唔得嘅，我邊得嘅？即係我哋好多時話我哋唔得。牧師話唔係，啲人話牧師Peter，如果神呼召我 Peter，你做牧師啦。唔得，我拙口笨舌，我講嘢咁快，啲人邊聽得明啊？係咪啊？我啲廣東話又唔準，死緊啦，係咪啊？上帝唔好問我得唔得，上帝問我制唔制。但弟兄姊妹，今日上帝呼召呢個嘅卑微嘅人，呢個卑微中嘅卑微我妥協。上帝唔係問佢得唔得，佢個回應亦都唔係話我得唔得，但佢個回應就係話我制，我肯。於是佢成為咗第一位嘅士師。但係一方面我要小心聽以下我嘅分析。我哋好多時覺得哇咁幾好啊，我又唔掂都上帝掂啊，係咪啱唔啱？呢句説話好啱啊！我唔掂，上帝掂係咪？但係另一方面，我哋要諗清楚，上帝呼召人，上帝仍然係有 common sense 嘅。大家明唔明我意思？上帝呼召人，亦都有上帝嘅 common sense， 亦都有上帝嘅常識。即係話，今日你忽然間同我講，喂牧師啊，琴日上帝呼召我發夢啊，上帝呼召我啊，要去日本加入無國界醫生去做醫生。咁我第一個問題問佢：你讀咗醫科未？大家明唔明我意思啊？嗱，上帝呼召人係有佢嘅 common sense。嗱，冇錯，俄陀聶係卑微中嘅卑微。啱，佢爸爸都冇人識。佢更加冇人識，不過佢好彩娶咗一個名人嘅後代，即係好彩啫佢嚇娶咗。但係佢好彩咧係點解咧？就因為有一日，當迦勒佢哋嘅12支派入咗去迦南美地，開始去分地嘅時候，上帝應許迦勒一塊地，佢話希伯來呢塊地係迦勒你嘅，你去喎，呢塊地係你㗎，咁啊係佢㗎。咁但係迦勒諗一諗，佢話咦，我自己開始年紀大喎。因為佢年紀大啊嘛，即係迦勒一生跟隨耶穌，忠於耶穌，終於分地啦。分地嘅時候，佢覺得哎呀，自己年紀開始大。你知年紀大嘅人咧，開始都會覺得自己嘅體力冇以前點樣啊咁好。今日我可以講7篇道、8篇道都冇問題。我一個週末最高嘅紀錄可以講9篇道，都唔使死，翻到屋企最多瞓一瞓啫。但係可能3年之後，我頂我講3篇道。去到再3年之後，我頂我可能講1篇道。但弟兄姊妹，因為我嘅體力會點樣啊？慢慢係減退。我出年做大壽啊！我出年大壽啊！但係我真係唔好想做。點解？因為一做大壽我就知道自己返天家又短1年啊！即係因為我行前一步多1年就短1年，多1年。不過聖經話俾我聽，返天家係好得無比，所以繼續做咁啫。點解？但係弟兄姊妹，佢知道自己有佢嘅困難，佢知道自己希伯倫呢個地方係亞納族人。亞納族人係所有迦南族咁多個族裏邊最高大、最矮個個都7尺5寸嘅高啊！最高個9尺嘅，佢點打係咪啫？話個個都姚明嚟㗎嘛啫，個個仲高過姚明係咪？你點打？冇得打。佢都覺得再打一場仗有困難。但係弟兄姊妹，千祈唔好誤會，以為迦勒冇信心。迦勒絕對唔係冇信心。迦勒只係知道喺佢人生當中去到呢個階段，佢覺得佢係有佢嘅規範，有佢嘅限制。於是佢就話：邊個人幫我去打一場仗，邊個去得到呢塊地，我將個女嫁俾佢。哇！即係咁解，邊個人幫我開教會，我將個女嫁俾佢咁解啫，係咪啫？即係咁解。哇！喂，家咁搞錯啊！揾自己個女搞飛咩？即係咪？我唔知佢唔知壓實靚唔靚，我唔知係咪？即係靚啲都 OK 啲係咪？即係如果唔靚，咁邊個要佢啊？咁打係咪？即係嗱，弟兄姊妹，我哋唔好諗迦勒係一個咁嘅人。迦勒絕對唔係一個咁嘅人。迦勒唔係話要將個女做個賭注，佢嘅迦勒知道。邊個人肯去承擔呢個使命？呢個人係一個愛主嘅人，所以發覺押撒佢個女嗱，迦勒個女咧都好愛主嘅。你睇嗰段聖經，原本係要求一塊地係咪？但係當佢同爸爸講，佢話只係求福啫，你賜福俾我。結果上帝藉着佢爸爸唔單止俾塊地佢，仲將上傳下傳都俾咗佢。大家明唔明意思啊？嗱，佢個女好愛主嘅，佢個女好愛神，因為有一個好愛神嘅爸爸，一個好忠於上帝嘅爸爸，於是佢個女亦都好忠於上帝，佢願意去到上帝嘅面前，以上帝嘅心意為依歸，所以佢嫁咗俾俄陀聶。
那俄托協起嚟可以打贏咗亞納族人，佢渣唔渣㗎？一啲都唔渣㗎。大家明唔明意思啊？上帝呼召人係 make sense 嘅。上帝唔係話冇 sense 嘅上帝。你同隔籬講上帝有 sense 嘅話，上帝呼召你做乜嘢係有 sense 㗎？佢唔會無端端叫你去非洲啊，即係要死咗去咩非洲係咪啫？唔會㗎。上帝會有好多嘅 make sense 嘅嗰個進程嘅。上帝呼召我哋唔係盲目嘅，所以我哋睇翻呢個俄托協，佢嘅成長係個戰士，係個戰士嚟嘅，但係佢出身卑微，佢不因佢嘅卑微而唔去回應上帝更大嘅使命，佢肯，佢制，點解？因為佢知道佢一生嘅成功唔係因為佢嘅能力，因為佢一生嘅成功，佢一生當中冇任何嘅缺點，所有士師唯一呢個士師，你睇翻聖經，唯有呢個士師嘅描述係冇一點點嘅缺點，一個士師就係俄托協，亦都為其中兩個士師被稱為拯救者嘅士師之一，一個就係佢，一個就係以弗。下一次我會講以弗，兩個士師被稱為拯救者。但弟兄姊妹，點解？因為佢知道自己卑微，因為佢知道自己成功係因為上帝嘅恩典，因為佢成功能夠打贏古珊利薩田係因為耶和華嘅靈臨到佢嘅身上邊，因為咁樣佢先知道乜嘢叫做謙卑。上個星期我好多教會嘅牧者喺韓國，你問呢啲教會嘅牧者，最細間嗰間教會，最細間嗰間教會嘅嗰個牧師都差唔多嘅教會都有7000人。因為我唔講我自己啫，我講人哋啊啫。其實全個群體最細間嗰個我哋係最細我間教會。嗱，第一次我咁講唔係比較，我絕對唔係比較。我去學嘢啫，我上先真係學嘢。我睇到好多上帝嘅作為，上帝好多上帝重用嘅僕人。但係我睇到每一個牧者，上帝好重用。不過上帝亦都俾我睇到每一個牧者都係好謙卑。你唔好以為望住趙鏞基牧師，哇！全世界最大教會喎，80萬人喎，而家知唔知啊？佢分咗20幾萬出去，而家仲有差唔多60萬人啊！哇！切，頂尖係60萬啊，唔係6000啊，係60萬，亦都唔係6萬。但係你同佢相處，你會覺得佢好謙卑。從我隔離嗰個牧師就係康希牧師，新加坡係而家全新加坡最大教會嘅牧師。康希牧師坐我隔離，3日坐我隔離。喺 Facebook 你見到我同康希牧師影張相嘅啫，佢高我好多，佢巨人嚟嘅啫。但係嗰3日同佢傾偈，我冇諗過康希牧師係咁謙卑。我哋遠望佢好似好巴閉，遠望佢好似哇好花 fit 嚇，着啲鞋尖頭鞋咁啊！佢真係着尖頭鞋真係嚇，哇！點到好勁好勁係嘛？我哋學下佢先得，遲啲係咪？以為佢好花 fit，以為佢好巴閉，但係當你同佢近身、咁貼身去相處嘅時候，你會睇到佢一切嘅成果都係從上帝而嚟，一切嘅成功都係因為神嘅靈嘅工作。弟兄姊妹，我哋遠望人，同你近望、近接觸，可能係兩回事。我哋以為呢個係好驕傲，但其實真係佢好謙卑。上個星期我一個星期係會喺一班嘅好謙卑嘅牧者嗰邊，印尼嘅牧者假假地一個回教國家，佢間教會都3萬人，3萬人啫，我諗都未諗過。但係弟兄姊妹，我再強調，我真係唔係比較，我唔係好中意比較。我只係話，今日上帝俾我嘅目標，俾我嘅異象，俾同福嘅異象。我成日都話，我唔係一個異象，話要成為一間最大嘅教會嘅牧師。不過我要成為一間每個弟兄姊妹
都肯傳福音嘅教會嘅牧師。呢個係我哋嘅傳統，係我哋嘅文化。我唔理你去邊度傳福音唔緊要，但我哋希望我嘅教會係一個文化，就係傳福音，係用最快嘅方法、最快嘅時間，將福音能夠傳到去地極。做唔做得到我唔知，不過呢個係我嘅目標。文無異象就會放肆，呢個係同福嘅異象。同福20年，過去20年就係呢個異象。我哋要福音遍傳，盡最快嘅時間將福音帶到去任何嘅角落。如果有一日啲人問我最想我哋個會友做乜嘢，我話我最想會友每一年帶一個信耶穌，一個唔多，一個一年一個，一年一個，出年到今日我哋已經9000人，係咪？再一個又後年就18000人啦，係咪？再3年之後我哋講去到個群體裏邊，你搞幾多人啊？3萬人啊，好似好巴閉咁。其實我唔係咁嘅意思，不過我嘅意思就係話我哋要將最快嘅速度嚟到將福音係帶俾更多嘅人，因為7年嘅大災難嚟緊。Are we ready？ 所以弟兄姊妹，讓我哋再一次起立，讓我哋能夠繼續去用呢首詩歌敬拜嘅時候，讓上帝繼續同我哋講，有佢嘅同在，我哋就有滿足；有佢嘅帶領，我哋就最安全。我哋再一次去到主嘅面前嘅時候，或許我哋當中有未信耶穌嘅朋友喺度，我諗呢段時間真係一個好迫切嘅一個時間。今日現今嘅時勢帶俾我哋睇到耶穌翻嚟嘅日子真係好近，但另一方面，我哋嘅主仍然好想我哋嘅生命能夠被扭轉。或許今日你入到呢個地方，你嘅生命裏邊有好多個海嘯，好多嘅掙扎，好多嘅唔平安，好多嘅恐懼。但耶穌同你講，我所俾嘅平安係出人意外嘅平安，係唯有我可以俾，冇人可以俾，教會唔可以俾，牧師唔可以俾，唯有耶穌可以俾。只要你願意打開你嘅心，將耶穌進入你嘅生命裏邊，耶穌就進入你嘅生命當中，平靜你生命裏邊嘅海嘯，讓你嘅罪得以赦免，經歷一個生命嘅更新。所以如果有咁嘅朋友，如果主今日感動你，好想信耶穌嘅，一時間我哋淨係唱副歌一次啫，你可以好勇敢嘅離開你個座位，行出去企喺我右手邊，我哋好想為你祈禱。過去呢幾場裏邊都有一啲朋友信耶穌，我相信我哋嘅主同樣係願意將你嘅生命嚟交俾耶穌。而另一方面，今日我哋提到5個字，耶和華嘅靈。我哋好多時教會都好少講聖靈嘅工作，但係同福好想同你講，聖靈嘅工作係為義、為罪、為審判，叫人知罪。聖靈亦都係真理嘅靈，聖靈嘅充滿係俾我哋有能力。聖靈嘅充滿唔代表我哋基督徒冇聖靈，不過我哋要被聖靈充滿，我哋有能力去過呢個得勝嘅生活，我哋可以有聖靈嘅充滿去打一場嘅得勝嘅仗。如果你想經歷聖靈嘅充滿，我哋好想為你祈禱，讓聖靈充滿你，你都可以行出去企喺左手邊。所以按照上帝對你嘅呼召，因為時間問題，我淨係唱副歌一次。有朋友想信耶穌嘅，可以行出去企喺我右手邊。你好想被神嘅靈喺你生命裏邊有種嘅能力嘅澆灌，讓你能夠人生路上邊更加輕散嘅，你都可以行出嚟喺我左手邊。但係當我祝福之後，如果有朋友想信耶穌、想祈禱嘅，我哋有少少時間嚟到為你祝福、為你祈禱，亦為你信耶穌嘅心嚟到係同你一同禱告。所以讓我哋帶住信心嚟到領受3一真神嘅祝福。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交通權能醫治，常與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特別需要被經歷聖靈嘅更新充滿嘅弟兄姊妹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Amen。我將掌聲歸俾耶穌。